议员蔡秋兰表示，台南市37区因为南科的发展，西港区的人口数成长快速，目前已经超过客家有25000人，但入美化休闲空地却真少。目前只有中央公园，原先中央有意思要来规划做社会主体，不过议员认为应该来看需求，希望会用个增设亲子的游戏场，提高公园的使用率。市长，你甲咱看一下，这就是咱西港的中央公园啦，吼。伫个去年内政部咱吴金修有下来过，伊有过来，佮含咱的立委有来看，讲要甲这个公园的后壁后面要有建设，要做社会住宅，你看敢有合？市长？社会住宅要看需要的。如果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这样子的情形，就先把它放在后面。如果说中央也跟地方共同觉得也需要，那再来考虑。对啊。你这个物件看的吼，我感觉讲公所唔知迄个，像那伊这个物件第一线公所，逐工伊喺伫公所附近啊尔。对啊。伊那袂当看到讲里长甲里长联系讲啊，只有流浪犬足济，啊，只有迄个光线足暗的。哦啊，邮具嘛无搞，伊拢袂欢迎啊。对啊，市长，你都了解西港区嘛？它就一个小小的地方，那么绿地，啊，拄啊做中央公园，嘿，对对对，啊，你看迄。我讲地方无爱去用迄个社宅吼，咱无需要伫迄公牺牲迄个公。应该都不用了啦，市长。议员除了关心公园的照明，甲着娱乐设施，另外伫个海水淡化厂嘉义地区。将来设自来水的受水池部分，虽然该案进前捌开过说明会，因为该里无活动中心，甲着一会场所，因此议员嘛附带，希望会用争取地方的回馈，包括周边的立美化、活动中心等会用来纳入考量。对此，市长黄伟天嘛承诺，会伫个议会会期结束到行政院议会来要求水利署，希望会用回馈来兴建。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。